大家好，歡迎收睇老假期。平時好多香港朋友返深圳放鬆，多數都係去開連鎖大水會或者足浴店。但最近呢一兩年，網上或者微信圈子好流行一啲開喺羅湖或者福田核心區，號稱高端預約制嘅樓上公寓私密 SPA。好多網絡探店影片或者微信宣傳都寫到極度吸引，話環境極致私密，項目充滿特色互動，甚至主打年輕高顏值技師。實不相瞞，老小編後台經常收到有一位兄弟私信，分享一個中伏經歷。一位一直支持我哋頻道嘅忠實觀眾，因為平時大場去到悶，決定自己親身去做一次勇士，貪新鮮去咗羅湖國貿同埋東門中間圓形天橋附近一間包裝得好高檔嘅預約制公寓 Sparks 探路。佢滿心期待，揀咗個價值近1000元人民幣嘅高級沉浸式療程，點知一體驗完，成個過程讓佢大呼中伏。今日老小編就代呢位勇士同大家全盤公開呢份羅湖樓上公寓中伏實測報告。我哋會歸納出呢類私密工作室存在嘅3大核心問題，等各位兄弟下次貪新鮮想做勇士之前計清楚呢筆帳，睇下到底值唔值。準備開波，正式開始之前先嚟個廣告時間。睇緊呢條片嘅大家可能揾緊北上玩樂資訊攻略，成日去玩或者經常出征嘅你，有冇試過狀態唔好，好易放煙花，又或者需要上陣時提唔起勁，唔想有尷尬情況，或者想提升表現，記得選用力神50倍濃縮秘魯黑馬卡。力神品牌係香港男士保健品專家，呢一款係市場濃縮度最 top。老小編真人實試過，只係食咗1盒，1個月未到就已經精神滿滿，瞓得好好，好有活力慾望，做起事上嚟都特別有耐力。食夠3個月就連身體個底都打好埋。推薦俾睇到呢條片成日都需要用嘅你，有咗佢可以幫你加強機能，表現發揮都好啲。而家香港萬寧仲做緊限時2盒9折優惠，好多觀眾朋友都話試過有用，優惠做到7月8號就完。趁今次有優惠，記得落樓下萬寧買力神50倍濃縮秘魯黑馬卡。萬寧有售，認住力神呢個名就得，千祈唔好俾啲阿姐講兩句就揀錯隔離。根據呢位熱心網友嘅分享，佢遇到嘅第一個大問題就係呢啲樓上公寓嘅運作缺乏制度，客服人員冇咩誠信可言。因為呢類工作室採取嚴格嘅預約制，網友一早喺微信同客服溝通好，約定下晝2點半準時到場。點知當佢滿心期待準時上到去羅湖間公寓，撳門鐘入到屋嘅時候，先發現裡面冷冷清清。原本宣傳片入面嗰位19歲高顏值女仔根本連影都冇。佢話呢啲樓上公寓 SPA 嘅客服有一個好自私嘅潛規則，佢哋極度驚客人放飛機，為咗唔想承擔客人遲到或者臨時唔嚟嘅成本，客服微信上雖然答應咗你2點半，但其實根本就冇通知個女仔。客服要一直等到你嘅真人真係現身，入到屋坐低啦，確定走唔甩，佢先至會斯斯然喺微信度呼喚個女仔，喂，客人到咗啦，你快啲過嚟啦。結果呢位網友就要喺嗰個空間唔大嘅公寓客廳入面，好尷尬咁白等咗差唔多半個鐘，等個女仔喺第度坐的士 call 車趕過嚟。本來預約制係想方便客人節省時間，而家反而變成要客人配合佢哋嘅防放飛機機制，第一印象已經大打折扣。當網友喺客廳尷尬咁等咗半個鐘，大門一開，宣傳中嗰位19歲高顏值技師終於現身，但呢個時候迎來嘅係第二個落差極大嘅地雷。平時我哋喺微信朋友圈或者 YouTube 探店影片裏面睇到嘅宣傳相，啲女仔無一例外都係化好精緻嘅妝容，着住極度性感吸引嘅高檔制服，燈光打到好似明星一樣。但當呢位網友見到真人嘅時候，發現對方嘅狀態就好似啱啱瞓醒，甚至好似剛從被窩俾人夾硬叫醒咁，身上着住嘅只係極度普通，街坊到不能再街坊嘅鄰家少女便服。雖然網友好客觀咁講，個女仔確實如宣傳所料，非常之年輕，身材亦都保持得好好，但整個人啲精神面貌同包裝相片對比，簡直係兩個世界。呢種感覺就像你滿心期待去一間高級西餐廳，結果服務員着住拖鞋背心出嚟招呼你一樣。由於個女仔明顯係剛剛匆忙趕過嚟，成個人完全未進入狀態，無精打采。呢種視覺同心理上嘅巨大落差，讓網友原本高漲嘅期待感瞬間冷卻咗一半。既然上到嚟，時間又浪費咗，呢位網友都係決定按原定計劃入房體驗。喺等候期間，店入面嘅主持人就不斷向佢推介佢哋嘅價目表，主要分為599蚊、999蚊同埋1299蚊3個檔次。主持人仲講到天花亂墜，話價錢越貴，入面包含嘅沉浸式特色互動同埋高感官享受就會成正比例升級。由於係第一次光顧，網友抱住折衷嘅心理，揀咗中間大約999蚊嘅療程，計翻港幣其實已經要接近1000蚊。1000蚊做一次 SPA 喺深圳絕對算係種高端消費，對吧？但接落嚟嘅過程只能用敷衍2個字嚟形容。整個特色服務開始得非常之求其，個女仔不單止完全冇展現出宣傳片裏面講嘅專業或者熱情，甚至喺到咗一啲重點嘅互動環節嗰陣，對方表現得非常之怕醜，好似好唔主動咁。整個過程完全冇任何沉浸式體驗可言，同微信介紹或者預期中嘅高質素互動相差10萬8千里。網友最後唯一能確認嘅優點就真係只有個女仔生得年輕，同埋真係要有嘅地方就有呢一點。但除咗後生之外，要技術冇技術，要配合冇配合，花咗近1000元港幣，結果買到嘅只係一個極度敷衍公式化嘅流程，令人覺得非常之唔抵。體驗完呢個近1000蚊嘅項目之後，最後仲有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就係環境。平時我哋去開大型水會，揼完骨或者做完療程之後，大堂大把地方俾你休息，你可以躺喺舒服嘅梳化睇電視、食免費水果，甚至過埋夜都得。
成個感覺好放鬆，好有價值。但呢類樓上公寓入面嘅單位裝修其實非常簡單，格局同一般住宅冇乜分別。當你一完成項目，沖完涼，換翻衫，喺嗰個狹窄嘅空間入面，你根本冇任何地方可以坐低休息。加上嗰個氣氛，你做完之後自己都覺得好尷尬，好唔好意思留喺度太耐，唯有嗱嗱臨開門走人。計一計數，花咗成1000蚊港幣，換嚟嘅係客服放飛機要你白等，真人同網照落差大，服務敷衍，最後連坐多一陣嘅地方都冇。所以呢位熱心網友最後總結得好好，呢種地方真嘅體驗過一次就夠。有時大家喺香港翻工悶得滯，壓力大，貪新鮮上去做個勇士，搏一搏，試下新嘢，呢個心理完全可以理解，當係買個經驗。但試過之後就會發現，論性價比同享受，真係完全冇得同大場比。各位朋友，你哋平時網上睇資料，又有冇見過呢類吹到天花亂墜嘅樓上公寓 Sparks？ 或者你有冇身邊嘅朋友都曾經做過勇士，結果不幸中伏？歡迎喺下面留言區一齊分享你哋嘅血淚史，幫其他兄弟一齊避開。下次想揾地方好好放鬆，聽老少偏話，都係去翻啲規模大、制度穩陣嘅大型水匯，起碼明碼實價，有嘢食，有得休息，玩得開心又踏實。我哋仲有一個老假期會員頻道，製作咗一系列唔方便公開嘅資訊清單。想知邊間復古溝按得到位？4間值得去嘅港式彩儀店，珠海 Top 3值得去嘅名單，羅湖福田 Top 10水匯名單。仲有邊幾間水匯可以大堂放煙花？可以加入會員頻道，只係一個 locker 仔嘅小費，或者一餐宵夜嘅價錢，就可以換一個套戲嘅週末，避開跌錢陷阱，絕對抵翻。今日講到呢度，祝大家下次北上消費精明避雷，下集見，拜拜。